大家好，又到講千字文嘅時候啦。咁咧就我哋基本上係將第二段千字文嘅第二段已經講完啦。咁千字文嘅第二段咧，一共有66句，都係講我哋嘅儒家嘅學說。接住嚟第三段咧，就係講我哋嘅宮殿同埋我哋嘅朝廷係一種點嘅狀態。首先佢用10句去描述呢啲宮殿嘅嗰種輝煌，跟住咧就再用20句去講呢啲宮殿朝廷裏頭構成嘅文化氛圍同埋佢嘅文同埋武嘅一種排列嘅狀態。咁咧就依家咧我就先將第二段66句由頭到尾讀一次。蓋此新法，四大五常，宮為谷養，喜感萎傷，女務貞潔，男孝才良，知過必改，德能莫忘，妄談彼短，米持己長，信使可覆，氣欲難量，墨碑斯染，詩讚高揚，景行為言，克念作聖，德見名立，形端表正，空谷傳聲，虛堂雜聽，禍因惡積，福緣善慶，赤壁非寶，寸陰示勁，知父事君，若嚴與敬，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臨心履薄，肅輕溫清，此難師兄，愚從知性，川流不息，淵情取影，容止若絲，言辭安定，篤初成美，慎終而令，榮業所基，直甚無敬，學優登仕，攝職從政，傳以金堂，去以益榮，樂殊貴賤，禮別尊卑，上和下睦，夫唱婦隨，外受父訓，入奉母儀，諸姑伯叔，遊子比夷，孔懷兄弟，同氣連枝，交友投分，切磨針規，仁慈忍則，造次弗離，節義廉退，天配匪規，性靜情逸，心動神疲，守真志滿，俗物意義，堅持雅操，好着字微。呢度咧就係前邊第二段一直咁樣由蓋此新法一直讀到堅持雅操，好着字微。咁我大概都讀咗成分半鐘啊！呢度66句，後邊咧就跟住轉啦，第三段就轉，就講我哋嘅朝廷。前10句再講解之前，讀一次。都邑華夏，東西已經，貝芒冕濪，浮衛俱敬，宮殿盤郁，樓觀飛經，圖寫禽獸，畫彩鮮靈，丙舍旁啟，甲象對形。呢度係10句，後面20句咧就講文武百官嘅狀態啦。咁今日講嘅千字文咧，就先講一講第二、第三段相互之間嗰種起承轉合。實際上讀到第三段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好似睇住一幅圖畫，一幅圖畫展開咗俾我哋睇，我哋嘅都邑華夏係點樣一個狀態。所謂嘅都邑係指皇朝所在嘅地方，邑咧係指諸侯佢哋所居住嘅城邑，就叫做邑。華夏就大家都好理解噶，華就係花，好美麗，夏就代表大，因為中國嘅4季裏頭咧，
古人按照五行就將個夏就再劏一劏，長夏就變咗五行五個季度去對續對待啦。好大嘅意思就係都邑華夏，東西二經，跟住就講背芒連絡，浮為巨境。呢度就講西安同埋洛陽嗰種地理環境。好啦，今日講千字文咧，就略略講解到呢度。